再来看南部的天狗日疫情继续的传烧，婚姻关伫初二，佮增加4例天狗日的确诊病例4例拢住伫高坑。目前婚姻关计共有6例。另外，佫有一个住伫台中的男性因为正接往来台中甲婚林，伫婚林快筛阳性，就留伫婚林治疗。马上有通报台中市的卫生局咯。清洁队吹衫透早来到高坑乡荷包村厝药啊消毒，每一户的民众也拢无用力，甲环境变好清气，就是惊讲天狗日佫摊开。迄个那我拢有甲倒掉啊，水拢甲倒掉啊，水拢甲倒掉吓，用泡粉。无倒掉袂使，无倒掉伊内底是蟒人啊。今天是整个荷包村呐，嘿，它本身这个部落里面全部今天要把它喷完，下午是那个高龄。婚林关高坑乡最近陆续出现天狗日确诊的病例，进前有2例是伫咧高坑东河村，卫生局嘛来设天狗日快筛站，初二佮增加4个人确诊，分别是住伫咧高拿村、荷包村，其中荷包山东花公园因为观光客特别多，所以自今仔日开始要封园1礼拜。桐花公园已经有进行消毒，那短期内目前是暂时封园1周。暂时封园1周，那所以请大家到山区去还是要注意这样。婚林卫生局表示，另外有一个50多岁退休的查甫人住伫咧台中南屯，伫咧验出确诊进前，捌陪亲友来回婚林关和台中市。6月27快筛阳性了后，伫咧婚林的病院住院，无登去台中。目前已经通报台中市卫生局，嘛呼吁民众都要加强环境变数，才会当避免疫情传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